輝輝兔不偏食。輝輝坐在桌子前，看着滿桌子嘅食物，微住頭咁講：我肚子唔餓，我唔想食飯。有魚，有飯，有嗰啲咖喱咯，呢啲就應該係番茄湯。然後奇怪啦，輝輝兔點解唔肚餓呢？因為輝輝兔瞞住媽媽，偷偷地食餅乾，同埋糖果。兔子都塞住醬嗰個，好似個皮球咁樣。嘟嘟嘟嘟嘟 ，no no no。爸爸就講啦：你唔食飯，等到瞓覺前你就好肚餓，要想食嘢，咁點算啊？媽媽講：吃完飯之後瞓覺，啲嘢食好難消化，就會瞓唔好。輝輝兔點點頭，攞咗個紅蘿蔔放喺嘴度食。星期日，兔媽媽帶咗輝輝到市場買菜，市場真係好熱鬧啊！有唔同嘅新鮮嘅蔬菜同埋水果，顏色都好鮮豔，輝輝覺得好新奇。這根長長嘅綠的瓜叫做咩名啊？佢問媽媽。兔媽媽說：呢個青瓜，係皮係青色，滑滑嘅。你摸下佢啊，同埋睇下佢啊。輝輝把青瓜放在手裏面，看了又看，摸了又摸，捨唔得放低。佢話：媽媽，我要食青瓜。同媽媽買咗2斤嘅青瓜，同埋5斤嘅紅蘿蔔，呢個都係輝輝兔最中意食嘅食物。行咗3個大嘅紅番茄，但係輝輝最唔中意食嘅食物。媽媽就講啦：今日嘅晚餐會煮一個菜湯，你一定會中意飲㗎。佢去咗買魚攤檔，先會去買一大盤，啲魚游嚟游去。輝輝兔同媽媽就講：我唔中意食魚，你唔好買魚啊！媽媽講：魚好豐富嘅營養，每天都係一點魚你可以好聰明同埋健康。我唔要買，唔買啦。當他們經歷一間超級市場嘅時候，兔媽媽講：我哋進入買早餐嘅食物。輝輝對我嘅牛奶飲晒啦。輝輝就幫媽媽買牛奶放落購物車裏面，媽媽又買了雞蛋，購買麵包和麥片。之後回到家裏，媽媽問輝輝買菜攰唔攰啊？輝輝話唔該，好好玩。媽媽就講：你願唔願意幫我煮飯啊？好啊，我做你嘅小助手，幫你洗菜。輝輝拍着手說：先洗完菜，我們設計晚飯嘅菜單。媽媽說：
媽媽和輝輝。這個是兔媽媽和輝輝一起設計嘅菜單：青瓜、雞蛋、沙律、番茄、紅蘿蔔湯、薑、魚配白飯、水果、蘋果、香蕉、任選。晚飯很豐富啊！兔爸爸下班回嚟，高興地講：係輝輝幫忙做㗎。媽媽誇張地問：輝輝嘅胃口特別好，連不喜歡吃嘅魚也都吃。星光和兔爸爸說：輝輝，你煮嘅菜很出色，真係一個小廚神啊！嘟嘟嘟，無號開引號無號小廚神生日號完結。多謝。呢度佢話從小學習好，父母不煩惱。Good。再見。